请咱由愿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三个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罗马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引我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肉体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大名。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用文第62篇。对《对书》第2章。启用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你的听有得到安慰；既然你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主理恁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听心，和谐的感情，一定的生活，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浮盈。反正有谦逊的心，我别人比家己较高。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就顾别人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足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等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所以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对一切的卡头拢袂离爱。咱齐声来读，一切的嘴拢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上帝，只是阮的世界还袂脱离疫情的威胁。阮主内的兄弟姊妹，阮做伙献证，伫拜堂也是伫网络线顶，阮要谦卑合一来敬拜你。主啊，今仔日是圣餐的主日，当我领受圣餐的时，阮纪念耶稣基督是十字架顶所完成世间上奇妙的代志。这个代志成就阮生活的快乐，通过十字架的救赎，主你邀请阮世间每一个人，通过信靠你，通过认罪，通过悔改，阮会当甲主做伙坐道，伫主内真侪合一的肢体，做伙来服侍。创造的主为人受罪，互人会当参加主的宴席。这是虾米款的奥秘？阮用尽世间的财物，阮嘛无法度了解。这也是虾米款的疼？阮敢若会当用阮短短的一生，传福音来报用。主啊，求你帮助阮所受的圣餐，会当成做阮宣扬福音的快乐。今仔日，阮嘛为着受职的团契会长祈祷，因受着团契正人的敬听，通过选举，受上帝的呼召来当职。
求主祝福因所献上新的一年的时间甲服侍，伫因的手所做的，伫主内有满满的恩典，伫因的服侍中间发挥因的恩赐，来荣耀上帝，会来服侍人。今仔日我嘛是中央敬老的礼拜，阮看到阮的长辈，因甲主做伙行的人生是遮尔啊水，求主赏赐因健康、平安甲快乐，嘛，互因水的信仰会当行顺上大的祝福，一代一代来传承。明仔载开始，我嘛有新的灵修梦想，阮通过保罗写予提多甲提摩太的批，阮伫疫情中间，通过网络，阮会当逐工做伙灵修祈祷，读上帝的话，求主保守即项事工，用上帝的话每一工，将做阮疫情中间的帮赞，嘛是阮生活中的见证。这是阮将阮的敬拜摆伫主的面前，求主安静清洁阮的心神，互阮伫礼拜中会当拄着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圣歌队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是因为你为阮买破的饼。
多谢圣歌队真水的服侍。咱三个来读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6节。我毋若为着遮个人求，也为着对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互因拢做一个，亲像爸你踮伫我，我踮伫你，互因也安尼踮伫咱，亲像互世间信你找我。你所互我的阳光，我已经互因做一个，亲像咱会做一个。我踮伫因，你踮伫我，互因会完全来做一个。互世间知你找我，也知你疼因，亲像疼我一样。爸啊，你所互我的，我疼因伫我所伫的所在，也甲因三甲伫遐，互因看见你所赏赐我的阳光。因为创造世间以前，你已经疼我。你的爸啊，世间袂捌你，独独我有捌你，遮个人也捌你有找我。我捌用你的名指示因，搁要指示因，互你疼我会疼痛，踮伫因，我也踮伫因。以上圣经讲到咱请钟宣信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合一。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句话我看咱定定听，那团结合就会通生存，那分就败亡。咱有小可咧注意整个世界局势，你会发现真正是分分合合吼。我会记2000年的时阵。上出名的一本册《世界是平》，迄个时阵世界充满了地球村的观念。咱一寡劳力密集的工课就到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来成做世界的工厂。因为伊的人力较俗，所以做来产品销到等于其他世界各所在，大家伫经济上就免付遐尼侪钱，所以。伫各所在，伫印度、伫中国有遮个，敢若世界是真合，是地球村。总是咱会通看见最近规个局势拢已经变化去啊。特别即摆对立，敢若总败搁败倒转来，分做两个阵营，就是自由民主的阵营，甲专制独裁阵营开始激烈的对抗。也因为伫即个国际贸易的中间，发现咱的产业袂当互落伫人的手中，咱的原料各方面，所以大家搁倒转来顾家己的国家，将一寡真基础的遮个物件，搁摕转来家己的国内来生产，较袂到时去互人甲咱伫遐来调，特别是。俄乌即个战争，互咱即几工看见一个真奇妙、真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会通讲是世界强国的俄罗斯，想讲伊3礼拜、1个月内底就会通解决一个细碎乌克兰。无拍算乌克兰的百姓是遐尼团结一致只是情势慢慢一直咧变化反正是苏联即个俄罗斯伊要征兵，大家。无愿意为着即个国家来征战，所以迄个败相，照新闻看是败相已落吼，敢若开始咧分开所以开始伫各种的情形内底分分合合伫一个社会内底嘛是共款。咱即马台湾咧选举，你会看见讲媒体也是特定的遮个候选人一直要激发出你是哪个，你是绿个，你是白。等等，要激发出迄种互相对抗的心情，所以讲合实在是足困难的。这可能是咱一生的中间上困难的功课。莫讲到国家社会，讲到咱家庭的经营、婚姻的关系就好。咱讲人要离开爸母，甲伊的某
结连成做一体，应该是合一的体。总是咱结婚过的人，咱拢知影非常的困难。伫这婚姻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中间，真正要因为咱的自我，因为咱的本性，咱拢掠咱家己做中心，所以真学去实践，放弃家己的想法，放弃家己的立场，伫遐来甲其他的人来合。所以，咱是毋是愿意安尼来做讲？是团结真重要。人嘛无路通单独生存，总是要甲人合，佫有真大的困难。耶稣其实嘛有讲过类似的话，伊讲：既若国家己争拼如果国家家己已经分裂去啊，会抵到旁远，城也是家庭家己争拼，的确徛袂牢啦吼。咱讲家和万事兴，我较常听即句话。后壁即句话我都较毋捌听，毋过讲家乱万事兴啊！我甲起来查迄头做强，我头做强吼。家庭若乱的时阵，即个就是会真善巧。主要说伫即个立场观点，伊无战略模糊。伊伫即个马太12章讲：你若无甲我徛做伙，就是对着我；你若无甲我收扣的，就是咧做拆散的工程。你无要甲大家合起来，你无要伫迄个所在地域来互大家合一，你就是咧拆散。即个也是咱时常爱去思考的。咱看见有一段时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较属于战略模糊的，总是愈来咱看见伊的立场也愈来愈清晰，因爱卖互人误判，互知影讲什么代志听好做，什么代志袂当做，所以迄个定义的迄个态势愈来愈清楚。所以讲要合，对家庭、到教会、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非常的困难。这也是今仔日主要所的基督文内底一再上跨入的所在。咱教会这个属灵的团体，也是咱家己的家庭，要怎样来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我们今仔日甲咱做伙来学习这个课题，请甲我做祈祷。天父上帝，你知影阮的软弱阮定定袂记你，阮咧喘气。阮的生活，阮的性命是上帝你所创造。虽然阮嘴里讲是耶稣基督，你是主，总是伫阮的生活中间，较常阮是掠阮家己自我来做主。伫阮的生活中间，时常感觉世界应该为着我来搪塞，逐个人应该配合我的想法、我的做法，都来配合我的意见。主，你知影即种的罪性所带来自我的中心，需要完全的受拍破。阮时常爱严严来对付家己，才有法度通来过一个合一、和谐的生活。有时阮对阮家己嘛是非常的分裂亲像保罗先生所讲，迄个好我真爱，无能力去做；迄个歹。我知影爱避免，却我无法度通完全来抵挡迄个诱惑，靠阮的做人，因为阮是分裂的人生、分裂的社会、分裂的家庭、分裂的教会、分裂的国家。恳求你怜悯，帮助阮通过今仔的经文，通过今仔日世界圣餐主日，你搁一摆提醒阮，你爱阮合一的功课。望上帝圣神真理的灵运行，帮助阮来学习，也来努力，这个上困难学习的功课。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为3个角度先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主题。咱知影三位一体是合一的。三位一体到底圣神、圣父、圣子，因是安那合一？随常即个你要叫我讲，我嘛讲袂清楚，我嘛无了解。即个上帝奥妙，总是你会通看见这样代志是就是道成肉体上帝主耶稣，伊嘛需要定定甲
天父上帝来沟通，甲圣神沟通一样。所以伫福音书内底，我看见，主耶稣乃定来咧祈祷，伊毋是免祈祷，伊要合一，三一的合一，嘛需要不三时的祈祷。我刚才凊彩看这个路加福音，你就会通看见耶稣若找到机会，伊就咧祈祷，伊就要望搁较甲上帝迄种的合一、圣神的合一，会通来完成。所以路加5章16节讲，伊退旷野祈祷，伊去山里祈祷第6章，伊家己咧祈祷，伊带学生上山去祈祷，伫一所在咧祈祷。啊，伫上痛苦的时，迄个祈祷，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祈祷那迫切。所以你会通看见，就是多正肉体上帝即个人，要去追求迄个合一，伊也不三时需要来祈祷，需要来追求上帝旨意，啊，甲圣神伫迄个所在来达到一个平衡点，大家拢会通接受。大概是安尼，因为这是三一上帝奥妙，我无清楚，总是会通看见伊时常咧沟通，时常咧祈祷。啊，耶稣的祈祷，我甲分做3部分。伫圣经内底看，第一个是伊教示人的祈祷，吼，伊的教示人，他怎才读这个主祷文尔，吼。这个是无意中被引出来，吼，因为伊的学生甲讲，人行说的约翰拢咧教伊的学生讲，在安那祈祷。啊，阮都毋知要安怎祈祷，啊，无你甲阮教讲，都安怎来祈祷。所以才会有主的祈祷文。所以主的祈祷文内底，伊是用一个一体适用的，所以伊拢用复数。伊讲恁祈祷的时就讲，阮伫天的爸。伊是咱正人，今仔日咱大家用主祷文，咱大家人对上帝来讲，伊是咱伫天的爸。啊，望伊的名声，伊的国临到，伊的旨意得成。啊，总是阮的日式，我的需要，甲你的需要可能无啥共。总是咱做伙祈祷讲，阮的日式今仔日赐福阮。我得罪人，啊，我得失人，我需要上帝你的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的人，拢是用复数的。啊，无你带阮入伫试，你的试炼甲我的试炼无共。咱来脱离无共款的歹，这些拢是复数的。伊咧指的是主教示咱的祈祷，就是对当时的门徒，甲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咱会通定定用这个共同的祷告啊，来做咱对上帝的恳求，对上帝讹乐啊，对上帝这个啊祈祷文。所以这第一项是伊教示人的祈祷。我较奇怪就是啊，伊家己的祈祷文，伊为着家己是安那祈祷，会找无呢？圣经福音书内底看讲，路加讲伊去山顶去旷野，总是无人，可能伊单独，所以无人甲记录出来。耶稣家己是伊安那咧祈祷，啊，找无迄个祈祷文，会通看见伊的祈祷文大概拢伫克西马尼园，伫克西马尼园啊，甲伫十字架顶。类似祷告的呼喊，咱敢若会通找到这几项尔。所以耶稣家己祈祷文，咱会通看见迄种伫克西马尼园内底，伊迄个人性甲上帝旨意迄种冲突的时候，迄种的挣扎。伊讲爸啊，若会做得，互即个杯离开我。这个杯表明着伊真清楚，过无偌久，上帝旨意若无改变，我就是爱为着世间人伫十字架顶来受定死。所以伫伊的人性，伫伊爱来忍受肉体痛苦的中间，伊安尼来求。总是后壁即句是咱所定定需要学习的，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上帝旨意。是上帝你的旨意，我一定顺服。总是我表明我望安尼，总是最后的主权伫上帝，毋是照我的所爱。啊，伫即个十字架顶，伊伫迄个痛苦的中间，伫遐发讲我的上帝，这嘛是一个祈祷，敢毋是？你啥事放离我？我毋知你有捌有迄个经验无？当你是极端的绝望、极端的痛苦的中间，对上帝讲：上帝，你是毋是黄面无看我？你是毋是已经袂记得我，甲我放伫边啊？为什么你
放离我。这种非常人性的呼喊，检查也是咱伫生命中感觉，上帝，你为什么即马点你无出声？为什么你无马上来替我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个是，一个看到伊伫十字架顶最后一句讲：我将我的心交托伫你。这也是基督徒最后。当咱人生伫要结束，也是甚至伫咱还未人生结束的时阵，咱有这个确信：我的灵将来一定交伫创造主上帝的手。我一定要倒转去到上帝永远的家。咱最近有几个总式啊，我又用这个圣经节，我的灵交代予你，我的肉体已经毁坏，已经挥发变土粉啦。总是我的心要归转于伫上帝你永远的家，这是基督徒一个上大的应允，也是咱对死亡的时阵上大的这个安慰，上大的愿望。所以耶稣家己的祈祷文，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伊的大祷，就是咱今日所读路加17章。路加17章记录。我毋知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伫迄天，伊差不多逐日甲记录落来，才会遐长啦。啊，这个祈祷文伫什么是情形下面？耶稣祈祷是伫约翰福音甲安排伫最后晚餐。约翰福音甲其他三本福音书无啥共。其他三本的福音书就是最后晚餐洗脚啦、分饼啊，因就去到克西马尼。约翰福音也排列次序无共。伫最后晚餐的时阵，耶稣讲足侪话，你会通为路加12章、13章就开始读起啊。迄是最后晚餐了后，伊甲伊的学生讲：我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我是真的葡萄树，恁的性命爱甲我相结连。伊英文讲：我离开了，会享受圣神予恁。总是恁会。为着我为什么爱死伫十字架顶来困惑？将来恁要传福音的时阵，会拄着迫害。耶稣讲足侪，恁得要拄着的代志。讲这的话了，圣经讲伊就夜目望天。可能伫迄个场合内底，伊开始有感而发。这学生有遐尼侪代志，我也未教因，因拢也未明白。总是我都爱离开啊，所以。一定伫迄个所在替这个学生祈祷，伊感觉上重要的代志。伊有感而发，开始讲：爸啊，时到啊，我已经无时间啊，这是最后的机会。愿你延光你的囝，互囝也会通延光你。所以开始，伊讲：我要替这个人祈祷。伊大祷的对象就17章20节，咱所读。我毋若为着即马甲我做伙这12个学生祈祷，也为着对因的话来信我的人。伊甲即个祈祷、即个带导，延续用世代到今仔日2000年以后，咱今仔日也咧接受即个大祭司为着咱的祈祷。所以学者甲这篇的祈祷文叫做耶稣做者上帝甲人中间的即个祭司的一个祈祷文。有机会咱会通好啊去研究，毋过我想你会感觉真无聊，敢一直讲一句话，互因合一，互因拢做一个，亲像爸你点伫我，我点伫你，互因也安尼点伫咱，这个有次序上的不同。今仔日会合一的基础，毋是阮两个兴趣共款，毋是阮两个背景共款，毋是阮种族共款。这个言语共款，做一体是因为咱大家拢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合一的基础在伫咱大家拢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我想咱有机会出国去旅游，若拄着礼拜日，请你有机会去参加礼拜。你对因的语言，对因的礼拜听书，对因咧讲的，可能你一句都无熟悉。总是你会感受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咱拢是蒙恩的罪人，迄种的感受。有时咱去到国外啊，去参加黑人，因为敬拜足活泼的跳唱跳有甲遐白人英语咱也毋是遐尼
流泪，总是伫迄个内底，你会感受到，特别是守圣餐的时，虽然文化、个性各方面大家拢无共，总是咱有法度通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来合一。咱的结连是在伫耶稣基督内底，毋是在伫 club。咱大家有共同兴趣，咱大家背景共款，阶级共款，遮的。今仔教会这个团体是安尼，无分男女老幼，无分教育程度，无分社会地位阶层。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咱是兄弟，咱是平平明受恩典的人。耶稣讲若安尼，世间会信你找我，世间会信上帝听伫遮的人的中间，因才会知影讲，确实。遮个人一定经验过，也毋捌主的人，也无伫耶稣基督内底的人迄种的体验。安尼才会通体验上帝荣光。主耶稣讲：“你互我的荣光，我也要分互众人。”所以今仔教会伫即个社会敢有荣光？今仔咱看见戏剧，看见社会。拢甲教会批判做一个拢的团体，是一个保守的团体，是一个咧阻碍即个世界文化进步的团体。咱若徛伫真理，咱无惊别人即种的批评。总是咱爱反省的是，为什么教会，也是讲你甲我，咱爱反省，为什么我的家庭无法度通显现上帝听？伫咱的中间，伫咱婚姻合一的中间，伫咱的亲子的关系中间，主要说一直讲，互因完全来做一个，亲像你听我，你的听也伫因的中间内底。所以基督徒的合一是对世界证明讲，上帝的荣光伫咱中间。所以真歹势，即马若去参加重会，你看各教会迄个纷争吼，你非常的失望。伫教会内底迄个罪性，咱本身咱毋是反省别人，事实上咱家己嘛都爱反省。互咱感觉讲，真正咱失落迄个上帝荣光，虽然是基督徒，上帝合一也证明上帝听伫咱的中间。合一真困难。你甲我成长的背景，咱的个性，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有的人什么款，对价值的判断也无同。有的人感觉这个钱挺好开，迄个钱无应该开，翁仔某也拢同款。所以事实上有足侪迄个纷争，拢出在伫自我。伫迄个自我，拢坚持自我的中间，迄个合一都无可能。所以追求合一，特别他怎咧讲？迄个教会、家庭、基督徒的婚姻的合一，拢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心最心的中间。亲像主，伊5万杯会通离开伊，总是我用上帝心意做我最后判断的迄个归依。你会记得顶礼拜彭牧师伊咧讲，腓立比书是基督徒合一的大宪章啦吼。腓立比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有足侪遐合一好的见证、喜乐的见证。所以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咱所读的迄个启文内底，就是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2章第1节到第5节讲，所以若伫基督有甚物劝勉？其实上重要就是头前迄4句啦。若伫基督，今日我的劝勉，我对你的建议也好，我对你的甲你提醒也好，若毋是伫基督内底，是你家己本身的意思的时阵，你就莫做。若伫基督内底有劝勉，伫基督内底，我真正对心来安慰，对心来要甲你相交陪。我真正伫基督内底。知影我爱对你更较仁慈，更较有体贴怜悯的心，这拢是伫迄个基督内底，毋是伫我的想法内底。所以
照我都伫基督的心内底，耶稣的基督的心最心，才会通动心志、动仁爱、心心合一、心志专一。所以，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最心。搁落去，咱头先启蒙文有读过啊。耶稣的心，耶稣的态度是甚物？伊本来是高高在上，是创造万物的上帝。若是伊无掠甲上帝做平等，做通夸口，反倒拼空家己。哇！这拼空家己就是消灭自我啦。我愿意为着上帝，我愿意伫耶稣基督内底来拼空家己。我无坚持我的想法，毋是讲我绝对对。咱大家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来诚做人的样秀，佮处罗卜来死伫十字架顶。这是咱需要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咱共同合一的基础。第二，当然需要时常有来往啦。我关系建立就是拢是安尼，但侪人咧讲，要知影上帝旨意、天父旨意。你要知影上帝旨意基本的条件，就是你甲伊有够熟无，关系有够熟无。如果翁仔某无定定咧沟通，如果爸囝若毋是定定有做伙的时阵，恁老爸咧想啥，恁哪会知？你若定定有咧讲话，定咧迄度，你会真清楚哦。伊即个表情是欢喜，即个表情是咧受气。你根本都真有把握伫即个中间，所以定定有咧来往，有迄个关系，你才有通合一。所以咱看见初代教会因伫迄个时阵，就是找到机会，特别组织做伙。即个新的信仰团体，因有足侪喜乐，有足侪困难需要来互相担当，所以讲伊全部日同心写到日。咱兄弟姊妹，毋是干那礼拜日组织伫遮礼拜，毋是干那伫即个圣殿礼拜。伊讲伊嘛伫邻家厝，伫遐做伙食饭掰饼，所以食饭真重要。对华人来讲，咱食饭交陪，有机会敲一个电话。这拢是促进咱合一更较了解彼此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关键。所以要追求合一，就是互相了解程度有够。当然，逐个人甲耶稣基督迄种的关系无相像，咱的性格无相像，所以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另外。第二阶段就是咱人甲人中间互相的了解。疫情了后，对教会上大的冲击就是实体礼拜较困难。这实体礼拜已经3年。我看侪这个研究的事类，这对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有真大的冲击。虽然即摆有直播所以直播总是无相像。咱台湾话讲见面就3分钟，你有见到面虽然大家讲无说，我逐礼拜嘛有看，伊有看到我无看到伊啦。到底有无咧看？伊有咧看我，无咧看我，实在是毋知啦当然咱知影爱安全安全起见，你身体状态哪会使？你若有注射，你若感觉家己免疫力够，是爱尽量爱倒转来实体礼拜。伫即个所在，甲咱兄弟姊妹，甲咱边仔兄弟姊妹请安，甲因做伙伫迄个所在，搁较熟悉一下。你偌久毋捌甲咱教会内底你无熟悉的人讲过话？咱来鼓励咱大家一礼拜无你家己定一个标准，讲我一礼拜无找一个两个，我敢若甲伊无啥熟。我去我讲我无人足歹势，我也毋捌甲你讲话，你到底最近什么款？最近怎么样？我想，咱甲即个做一个风气敢好？感觉咱们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咱定咧讲家庭内底人无，大家互相无熟悉，是要做家庭。毋通咱主动，可能有人面皮较薄啦有人面皮较薄，总是咱互面皮较厚一撮啦讲足歹势，我名拢叫袂出来，到即摆较老记性。足歹势，下早就一个新来的会友，第二遍来，我第二遍甲问讲，毋知你为倒位来安尼，
即摆我也较老啊，较现实的啊，毋过就是要把握机会去认识嘛，敢毋是安尼？所以咱逐个人伫迄个所在，毋通放煞自毁，毋是干那礼拜日。礼拜日是上好的机会，总是其他的机会。然后机会，咱逐个敲一个电话来请安，互相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咱来博感情，来互相关心。当然，搁落去就是伫基督内底，不管宽面顶顶，咱需要用谦逊的心来彼此照顾。200-300个人的教会内底，随上有足多咱关心袂到的所在。总是，如果若较侪人咧关心，我想迄个漏网之鱼就会较少。有时会真感觉亏欠，因为后来才听见某人怎么样了，做一个牧会牧师会感觉有一点失职的感觉。我乃毋知乃无人迄个伫需要的时阵，我乃无去甲关心着。当然，这毋是为着家己找借口啦。毋过一个人要去知影遐侪代志，要去关心，伫能力上、伫知识上、时间上拢有限。总是如果咱所有教会，咱若讲有200-300人，然后有100个人咧关心，我想大概要闹交的关心袂着，就可能就真少。用谦逊的心关心咱兄弟姊妹的需要。检查别人嘛，通过伊对圣神的领受来教示我一寡功课，来甲我讲，你应该着搁较伫这方面着加强，等等遮的。最后就是说，咱有无共款的文书，教会需要各种无共款的文书，绝对需要你啦。你讲教会无欠我一个啦，需勤的人遐多，唱歌的人遐多，咱今仔日这圣歌队是足感动。总是你知圣歌队长，差一下讲伊袂上任啦，讲伊。做队长了后，圣歌队拢无加人啦。咱敢通互咱的圣歌队，也是这团结省长有即种讲你我袂上任。咱是毋是爱甲鼓励？是毋是爱来参与，发挥各自的恩赐？愿意为着上帝名，为着这个属灵的家庭，加行一里路，付出淡薄来关心别人也好，人知也好，毋知也好，伫迄个所在来互相照顾。拢是基督的肢体，欠一个都袂使，一个都袂使。你讲我伫教会也无啥作用，有上帝甲你摆伫即个时间，伫即个所在，一定有伊爱你发挥的使命。最后当然，咱需要恳求圣神的帮助，需要圣神来扶持来帮助咱，提醒咱家己的自我、骄傲，提醒咱会通做更较好的所在。所以，第一修圣神所想事的合一，伫这个教会，敢一个主，敢一个上帝，敢一个洗礼，咱共同伫耶稣基督伫上帝恩典内底，照基督想事咱的恩赐来侍奉，互咱教会成做一个合一和谐的教会。今日世界圣餐主日，世界圣餐主日的设立实在是真有意义。总是对人来讲嘛真讽刺。世界圣餐主日什么时阵开始？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欧洲的战场拍甲密密麻麻，这欧洲的基督徒、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开始咧想讲为什么大家拢相信耶稣基督的恁为着国家的利益，为着这个什么款的野心？互相恨不得把对方杀死了，所以有一寡基督徒开始发起讲，无咱用10月第一个礼拜，基督徒咱三甲来搭伫主耶稣的道的头前，咱来思考来反省，耶稣基督为着拆毁隔离人中间的墙，来拍破伊本身。今日咱是要甲对方拍破，毋是要拍破咱本身。伫守圣餐的内底。咱做伙来思考，这个信仰伫咱的生活中间，为什么袂当发生作用？接纳彼此伫迄个所在来合一。所以为迄阵开始，就用10月第1主日，毋是干那新教，包括天主教伫今仔日，东方正教，
所以咱嘛感觉奇怪，乌克兰甲俄罗斯拢是东方正教，总是两个嘛拍甲安尼，人性罪恶也个猖狂，也撒旦也管理的这个世界，实在要完全的合一，可能得到上帝的天国，总是至少伫咱影响力会到咱生活的周围，咱爱来修这个合一。所以咱今日看见，咱也活伫一个不断的争斗。这个社会内底，你的意见跟我无同，你的政治立场跟我无同，我就要互你死。咱知影过落去，这2个月到11月26以前，这个社会被撕裂的愈来愈严重。对我个人来看，事实上合一比1945年更较困难，因为后现代社会足强调个人主义、自我。也一直用一个讲爱尊重人，别人伊家己的选择，伊要选择安尼你无其他人不要讲话。毋过迄个选择都违反真理啊，违反上帝的话。为什么用尊重别人来做大帽子，扣甲教会毋敢讲一寡真理的话？个人主义最重要可能就是利己啦。我用我做主张无愿意为着大我来牺牲，今日世界光景，咱更较需要伫合一的光和观点来学习。所以咱今日要守圣餐，今日守圣餐除了耶稣伫即个最后晚餐所设立的，请咱倒转，我今日无要特别讲这，请咱倒转去看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章，保罗伫迄个所在讲守圣餐，伫迄个所在的反省，对自我的反省咱既然是一个领共一个恩典，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咱3甲有份。今日守圣餐，毋是你个人的守圣餐，你食圣餐的时阵，你是甲三位一体上帝的结合，嘛甲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人结合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毋茫咱伫主耶稣基督内底，伫咱的家庭，伫咱个人，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会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来促进合一。我用这个圣经来做今仔日的金句。这个以西结那华语的圣经是讲福音合一的心啦，吼。台语的圣经改翻做专一的心。咱来读一解以西结11章19节到20节。我要福音专一的心，也要将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因的肉体中除去迄号亲像石的心，想使因迄号亲像肉的心，互因顺探我的律例，遵守我的法度来行伊。因要做我的百姓，我也要做因的上帝。以西结11章19、20节，恳求上帝享受合一的心，做来祈祷。天父，阮恳求你，甲阮除去石的心，甲阮拍破自我迄块石迄块坚硬的石头，互阮的心柔软，享受阮肉的心，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听伫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的感动下面，成做一个合一的体，互阮甲家己和谐，伫婚姻的中间，夫妇。亲子和谐，伫教会中间兄弟姊妹相挺，伫社会中间无造成撕裂，是促进和平的。也为着这个世界伫上帝面前认罪，我是一个分裂斗争的世界，需要搁一届合一伫上帝听甲你的眼光内底，对阮开始来做起，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这是咱要来行健身咧。今日咱真欢喜，有一位青年李主乐伊伫细汉的时阵有爸爸妈妈带到上帝面前来接受洗礼，但伊今仔日已经成人搁一届要来确认这个信仰，所以伊要做健身礼这个礼仪，所以我请李主乐。主乐，请你来徛在头前，来回答我要问你的几个问题。伫头前中者哈。
主所听的李主乐，你虽然是已经受洗咧，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教会的会友，来属伫伊，当上帝恩典，互你长大成人。当你伫上帝甲完正人的面前，要承认你的爸母早替你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伊，也搁一摆献你家己伫上帝面前，定心誓约，要侍奉伊。咱的主耶稣基督讲，所以见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天的爸的面前来认伊。所以即时，你主乐，请你来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阮正人面前诚实来应答我要问的问题。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较大声，好听。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你主路，你已经受洗，即时也告别你的信仰。当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门小会官兵接纳你，做即个教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伫新约的恩典。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同心为着即个青年人来祈祷。感谢你，互伊对细汉受父母用圣经的真理来养育，来培育伊到伫成人。但今仔日，伊伫上帝甲阮正人的面前，搁一届来立约，要做你的囝儿，要滚地服侍你。恳求你甲伊三甲日的祝福保守伊头前的道路，知影有上帝通做倚靠，用主来做伊的快乐。有一天，当我到上帝面前的时，主你也会掠李主乐来做你的欢喜，你的快乐。阮同心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咱来介绍李主乐吼，伊要活过来口罩小可摕来，阮后摆看到拢会通甲你打招呼吼。李主乐吼，请伊的爸爸妈妈有伫遮无？爸爸妈妈也请出来头前一个互大家介绍熟悉吼。伊的爸爸是牧师啦吼，李家明牧师，李牧师以前是伫左营旧城教会牧会吼，但即时伊是伫咱的总会吼，教育中心伫咧主要一寡教材的编写，所以伊即摆伫咱的教会总会伫迄个所在咧服务吼。李家明牧师娘主乐是因上细汉的囝，今年拄好考调师大1年伫遮来做信仰告别。不过咱厝内内还佫有迄个幼儿室咧，还未做更新咧，欢迎会通伫后厝的圣礼顶来接受这个更新咧。教会有准备更新的证书甲即个圣经要送你。请咱现任的长老用手来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李主乐，请咱来。来拍拍来欢迎这是咱要做伙来享受圣餐欢迎所有囡仔属伫主教会陪参者来就近伫主耶稣基督的道。
主要说讲，囡仔落靠背重担就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要说徛伫咱的心门外拍门，讲囡仔开伊的门的，伊要入去，甲咱做伙生活。愿主要所基督平安，甲咱三甲得个。当主要所受过迄年，又利用桌顶的饼，对学生讲：，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你拍坏的，印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毋茫咱领受即个主为着咱拍坏体，也会通体会，求上帝拍破咱即种少的心、自我的心，伫主的内底愿意学习合一的功课。这主要所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长老来服侍。一楼看看有没有一楼哦，有的。这是主要所基督的体，一楼有了吗？望咱学习基督的款式，也愿意拍破咱固执的思想、性格。当咱领受这个饼的时，搁一摆体会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当咱摕到饼的时，请你先把迄个塑胶袋先甲开开吼。为着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特别用安尼来防止迄个病毒。毋知咱中间3楼、2楼，还是1楼，还阁有人还未领受到无？楼顶主流老师毋知，请咱先开哦 ，OK， 歹势，好，我知影 ，OK。你先开开吼，这个，你先把这个塑胶袋开开。提起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甲我来牺牲拍破的身体，咱今日来纪念伊。食了后，主耶稣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看，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是伫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所设立的。咱领受的时阵，会记得咱是甲上帝立新约的百姓，咱今日来纪念伊。
这个杯是神的记号，是主耶稣会为所设立，咱今日来纪念伊。请咱即时用圣诗356首来做咱的祈祷。主，我当就近爱见你的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所流的、所立的新约，咱今日来纪念伊，做来享受。主耶稣讲：恁逐摆行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一个。下面煞接要用各团契的会长的上任，请有在场的这个各团契会长，是不是会当甲因通知一下吼？请因即时来到头前来。迄个双联团契梅老师，福禄团契陈秀玲，磐石团契张义芬，基石石伯刚，请恁来徛到头前。青年团契周承恩确诊吼，所以今仔日以后才报。少年团契陈义恩，宪歌队李慧娟，助理了赖玲玲，咱那个兼一个敬拜团的团长，等因11月顺，咱才过来报吼，拢徛。好，即时请恁伫上帝甲阮正人面前来立约。我要几个问题，请恁来回答。你有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承认伊是万有的主，甲教会头，佮通过伊相信这位爸囝圣神的上帝吗？你有接受圣旧约甲新约的圣经，通过圣神为耶稣基督
伫教会内底做独特甲权威的见证，也是上帝对你的圣言真理吗？你个人也是你所领导上帝百姓的时，是毋是有诚心接受咱教会的信仰个别，以及改革中基本教理甲信仰的精神，确实是圣经所爱咱去相信甲实行的。你愿意伫圣经的权威下面顺服耶稣基督来执行你的职务无？你要接受教会法规的治理，愿意遵守伊的纪律，甲你的同工，甲你的干部，诚做朋友，伫上帝真理甲圣神的指示下面，甲因同心合力来侍奉上帝百姓吗？你要伫你家己的生活认真来跟跟随耶稣基督，听你的厝边，也为着世界搁较好、搁较富豪来努力工作啊！来促进教会的和谐、合一、甲纯洁，恁愿意安尼来行也无？你要用精神、智慧、听心、时间来服侍上帝交代你牧养的羊群也无？做一个忠实的同工，当你要有份伫治理来服务教会团结甲组织，搁伫逐项的事工原顶表现出耶稣基督的疼甲公义，来看顾上帝百姓，安排智慧培育，也来服务上帝交代你的正人物。那你姊妹，咱也有一个誓约啊，请大家回答。因为这是拢团结选出来的会长甲主理的校长吼，所以咱正人今仔日林摆遮的会长也为着因来祈祷，所以我来问咱正人，咱正会友是毋是同意时常要为着咱遮的干部、遮的首长来祈祷、来鼓励伊，尊重服从因的决定，也互因会通来带领服侍教会唯一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咱正会友愿意替祈祷，时常鼓励、安慰、帮助恁了无？好，这是咱宣布，对现在开始，恁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人教会各团结组织的首长。既然恁所做，不管伫言语、伫行为、伫待人、伫接物，一切就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也靠伊来感谢白上帝。上帝恩典、能力，甲恁三甲伫咧，请恁向后转，我来介绍咱今仔日所选出来的遮个少年团结，即是今年开始要拜托梅老师梅陈淑如老师，普渡团结陈秀玲会长，磐石是张义芬。基石是施伯刚执事，青年团结等伊确诊后才来甲上任，少年团结陈义恩无伫遮，咱下一次才甲播上任吼。献歌队李慧娟，即个拜五献歌队若无家人，伊就大家甲支持啦吼，咱答应伊啦吼。助理老师来，助理校长赖玲玲老师，同意。好，咱为着因祈祷，希望咱团结生活会更较好势吼。下面咱先来鼓励福音，请恁回座吼。请咱准备咱圣诗322首。
就是中庸节吼。我昨有写一个请安的批，伫 email 寄咱大家。中庸甲瘟疫是真有关系吼。咱今仔日来表示咱中间遮个长辈的敬意。所以旧年开始，咱就照圣经的规定，咱来读即句话好无？你敢看这个圣经利未记19章32节？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你着起来徛，也着尊敬老人的面，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利未记19章3。所以，还未70岁，请你起立。70岁，请你坐立，我要伫你的面前。所以拜托咱执事对坐立遮个长辈将70岁以上的70岁请坐立，还未70岁请起立。坐立的长辈才有红包通好领吼。有人还未摕到袂坐咧，好，咱徛咧人，咱拍鼓甲伊恭喜敬老节吼。请坐，请坐，请坐。毋知有人无领到无？如果今仔伫伫迄个直播吼，因为身体关系袂当来做礼拜长辈，请恁互阮知影，阮会保护咱大家吼。恭喜咱遮个长辈，咱教会70岁以上不止侪人啦吼，今仔咱中间上侪可能木生兄吼，木生兄96号，96岁吼。雅姐，雅姐嘛，雅姐敢会比木生兄较侪岁？木生可能较大。恭喜啦吼！一丝教会准备礼券吼，恭喜遮个敬老吼，真恭喜吼！以下来报告，咱今日是头日吼，欢迎大家来做礼拜。今仔日是圣餐主日，咱有圣礼典，咱欢迎李主乐兄弟来献圣礼吼，咱真欢迎。希望咱大家礼拜后会当留落来做伙请安交流。今仔日嘛是咱各团契受职的典礼吼，咱名单伫遮我就无继续念吼，希望大家会当支持因，嘛为因祈祷。今仔日嘛是咱重阳敬老吼，今仔日真欢喜吼，咱伫遮来为着咱教会70岁以上的长辈来庆祝吼，真恭喜。咱第4季的10月到12月时间的预定表已经排好吼，请咱大家会当注意，若有服侍的兄弟会当注意家己的时间，也是要调动吼，会当互办公室知影。明仔载开始吼，10月初3吼，咱已经停一阵这个灵修默想要继续开始吼。明仔载开始是提多书吼，提多书过来就是地摩台真好书。明仔载开始早起，每一工早起6点吼，差不多，咱拢有一个这个观众会当送咱的讯息出去吼。咱即摆是报名字吼，若无报名你就袂当接着吼。请咱大家踊跃来参加。楼骹嘛是有即个灵修的笔记本吼，咱会当伫楼骹用简书来领。这是咱的迄个 QR code 吼，若是扫这个 QR code 就会当去报名参加吼。但是希望大家当踊跃来参加。咱即个拜五有一个真特别，就是老三牧师伊的新册会发表会，这本册是《人生想不通的事》，人生最重要的31堂幸福必修课吼。这边报名吼，咱会当自由来参加。牧师要。今日咱的雅音甲服务团契吼，嘛是拢参加这个讲座，咱会当大家欢迎来参加。咱10月16号吼，迄天咱是和平的礼拜，迄天的礼拜是10点开始，咱的主题是耶和华的应允，咱要特别请到咱的特别咱请到咱的
郑明堂老师来举行音乐见证会嘛是咱明年教会70周年的特别的庆祝活动，请咱会当为这个活动带导，大家会当踊跃参加，嘛欢迎邀请你的亲友来参加。团契的消息咱就家己来看带导事项咱今仔是世界生产主义是牧师今仔日讲道所讲毋但咱世界会当和平，咱的基督徒会当有合一的见证。咱的70周年嘛，年的70周年，大家备万心，嘛是会当来准备参与咱来庆祝的活动。第三就是咱的讲授甲会长希望咱会当学习耶稣。牧师要补充。敢若迄个拜五即个老三是10点开始伫咱遮因为也毋知影讲是毋是会通甲录影咧上班的人，我会甲问看卖，来通互咱录影，你就通甲。伊的演讲拢非常的精彩你若时间上，请你来参加。毋知有需要我介绍的人无伫咱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首咱就唱第1节甲第4节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咱决2、3听，唱第1节甲第4节。献出阮一个合一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最愿的心。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